平安。咱要三甲分享做话，咱大家先来做祈祷。主阮上帝，阮感谢你，以你的话真侪阮生命的根基，也真做美良。所以阮爱常常忍耐，常常去读，常常去实践，通明白主你的话其中的奥妙甲快乐。愿你互阮逐个人拢亲自对圣神领受到属灵的感动。伫你面前，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日姊妹，咱大家做伙有份三甲分享伫登山宝训内面真侪属灵的教示吼。今仔日咱所要读的经文已经进来到伫马太福音的第6章开始吼。原来伊规段的经文是第1节到18节啦。但是我中有较省略起来，毋是讲无重要，是真重要。毋过咱兄弟真熟，就是中这段就是咱拄则祈祷文吼，主的祈祷文的内容。伊主的祈祷文实在是足丰富啦吼，用足侪时间来研密研究，拢还佫无够。所以咱最后是要来理解讲耶稣是安怎要教咱安怎做。伫第1节到18节中间，大致上是分3个段落啦吼。第一个段落是敬虔要安怎表达，你真正送向人有甚物款的态度？第二是基督徒的祈祷到底是用甚物态度甲上帝的亲近讲话？最后一段是禁食甲咱生活信仰的关系安尼吼。所以咱通对登山宝训对第5章开始所带来的学习啦吼，咱来小可一个回想，咱看见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内底吼，有真多的教导，咱进前所领受的，咱亲像八福，过来是针对咱基督徒的迄个德行，就是讲咱的品行。是咱家己道德上的教示啦，像耶稣咱伫即个第5章吼，有关即个八福了后，耶稣讲叫咱都爱诚做盐，诚做光吼。伊来是要成全律法，毋是要来废无律法。然后有咧讲到咱世间人定拄着的迄个冤仇、杀人、奸淫、咒抓。听对的，这个教示，拢是伫第5章的内底，主要是咧讲到咱基督徒安怎伫德行的顶面，甲一般社会人，咱有啥物无共款？伊的要求搁较悬。到对第6章开始，吼，伊开始针对咱的外在宗教行为啊，就是讲伫咱信仰方面，伫咱宗教方面的行做。到底用什么款的态度，才通下伫上帝的心意吼？下伫上帝的心意。所以伫第1段第1节到第4节的经节中间，伊是敬虔的行为甲写示有一个足重要的提醒。咱若经节搁小可做一个复习，讲要谨慎，毋通为着要互人看，才故意伫人的面前展现恁的敬虔。安尼意思是讲，一个敬虔的人，无需要伫人的面头前。用表演的，互人看去，互众人来看讲这个人真敬虔安尼。伊讲安尼做，袂当对恁的天父得到报偿。意思是，咱若伫人的面前得到懊恼，讲上帝讲你懊恼得到吼，你得到迄次要的，上重要你都毋免啊。你爱是要爱上帝，爱亲近上帝，爱互上帝来甲你接纳较重要。毋是伫人的面头前吼，这是当时啦。当然咱现在吼，迄个敬虔的行为，伫现在咱台湾的社会，有时是颠倒变啦。颠倒变意思讲，足侪人毋敢互人知影讲我是基督徒咧。哎哟，讲咧到地人讲，哎哟，即个食教的啦，吼，路教的啦，米粉教的啦，惊人讲。咱颠倒台湾人是较有这方面的顾虑啦，吼。但是伫当时耶稣的时代。迄法利赛人遐个宗教人士呢，拢足爱，算讲像咧表演安尼，互人感觉讲即个人吼，安尼敬虔啊，真敬虔，真好安尼。但是上主耶稣爱咱怎哩做的意思，就是讲你的敬虔是个人甲上帝的关系，
无需要伫人的面前来表达出来。啊，伊讲着敬虔，啊，毋通互人伫外口安尼四过来点，啊，随接落去讲真济啦，真济嘛类似。伊讲恁真济是毋通先分喇叭报人知，讲来哦，大善人来啊，这有足侪好物要互人哦，无啦。伊讲这是亲像假好的人，哇！你有物件要互人讲，你四过人报扬四过分喇叭讲这是假好呢。讲假好人伫会堂甲路年拢安尼做，爱人学路。哇！咱人即款需要人拍扑啊啦现代讲需要人按赞的迄是咱人的心性。咱若互人学落到地，感觉讲人规身躯拢锁起啊！若互人念一句规暝拢袂困一安尼。伊讲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因的报赏啊。同款意思，伫敬虔的行为伫遮真济时阵嘛是安尼。你若真济得到人学落，人甲你肯定安尼就够遐你的成绩就到遮尔啦。耶稣最后讲即句话，咱基督徒足侪人拢了解。伊讲你真济是毋通互你的正手知影倒手所做，互你通点点真济，点点伫看你的爸会甲你报赏。这是基督徒最高的一个境界就对啦这个境界安尼。在这经节，咱是学说能详啦咱是要进一步来了解讲耶稣是要安怎会安尼甲咱讲。拄则咱讲耶稣进前是针对品格、品德、个人的修养伫遐来教导。但是今仔日伫遮讲的有几项写示，互遐需要的人，祈祷甲禁食，就意思讲对道德上的正确性，咱拄则讲怨恨互人献喙配道明煞好献啦，就是个人的修为，进入到你宗教性的修为。耶稣伫这段所讲的，到宗教性的正确安尼。主耶稣伊有甲咱境界呢，讲毋通伫别人面前行出敬虔的行为，雕工要互人看见。这是耶稣互咱提醒。咱若小可想到咱呾顶厝的五章的所在就记载耶稣也毋是讲恁着爱把光照伫人的面头前对毋对？安尼意思爱互人看见，是咱遮讲叫人毋通互人看见。有时咱会小可有一点安尼矛盾一寡矛盾。伊讲灯无点伫斗下是放伫灯台顶所以你着光伫照伫人的头前互因通看见你的好行做，通荣耀归予主你即两个到底有啥物款无共款？耶稣咧教是毋是两项无一致咧？是咱会有即款的交疑就对啦。主耶稣要互咱的教示拄伫即段话内底有真深的意思。即个问题的答案是咱耶稣咧处理无共款的罪啦。有时真正都爱伫人的面头前展现出来，你先都毋做。比如讲主持公义、指责歹，咱若无胆，咱就毋敢讲对毋对？你若有胆讲出来，你可能会互人甲你点样做记号你又互人无欢喜你即个光感觉敢搁少。耶稣是咧讲即部分。会记咱真侪长老教会较资深的兄弟，伫30-40年前台湾伫民主也未足普遍的时阵哇，真侪兄弟行街路是足像咧食凊饭安尼就对啦。迄阵你小可表达你的迄个对民主的看法是会互人点样做记号，是会甚至掠去关的咱真侪早前的牧师因为关心民主运动、关心国家的前途，真侪拢互人关监咧。耶稣咧讲的是这，你主持公道，你表达出主的公义的部分你要敢勇敢讲出来，好胆讲出来，去叫做光照伫人的头前安尼。所以有时咱颠倒好小胆惊吓所以恁光爱照伫人的头前。但是呢，颠倒是你
你咧展现你的骄傲的部分，你都唔通互人看见。勇敢、自持公义的爱，更照伫头前。啊，你要疼人，也要敬畏上帝，你爱暗藏起来，唔通互人知。哦，这是耶稣伊两个对比就对了吼。啊，他即款的对比，互咱通看见讲，咱甲宗教敬虔的行为藏起来，你才袂自夸。啊，所以甲拄则光照伫人的面造成是一体两面就对了吼。因为咱知影讲，伫用敬虔也是写示，互人知影，可能有3种的理由啦。第一种理由是讲，咱为着要得到别人的呵恼；啊，第二种是讲啊，家己心安尼足满意的，足满意啊，家己洋洋自得就对啦。第三是讲，也要得到上帝的报赏上帝的欢喜。但兄弟姊妹，有时咱耶稣提醒讲，唔通亲像遐假好的人，特别咧讲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因若要去真济的时阵，安尼分喇叭，四过讲，四过互人知影。所以耶稣用即讲假好的人，也是中文讲假冒为善，来形容即款的表演。讲基督徒是对这无赞成的。咱在台湾有一种应该是讲一种社会风俗啦咱若较早还未信主以前，可能有咧行庙啦、庙寺迄庙寺拢有迄龙跳啦、迄什物彩绘啊，边仔拢会什物，迄个主题什物是人敬献有无？迄个名你若无甲囥落安尼是袂使的咧，因为迄是我表示我对做功德我要甲即个神明来敬献啦。金牌啦，啥货拢什物地主安尼上献，这是咱台湾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咱基督徒，台湾的基督徒，佫较清楚知影讲，耶稣叫咱安尼做对咱的风俗，对咱的生活上是真大的一个无共款的架势啦。咱嘛知影讲早前台湾的遐官府足爱提名提字什物桥就佫一个名伫遐倒一条路是上做的安尼，迄是一个社会公益公德的一款的记号就对啦。有时教会嘛加减会受影响呢，所以咱有时行教会咧提醒讲你奉献毋免一定爱记名伫内底啦，上帝报赏就好安尼。所以这也是咱基督徒一个特殊自我暗藏。因为知影上大的报赏是对上帝，人的呵恼是暂时的啦，定。也因为安尼咱知影讲，有真侪人互人呵恼是因为毋是因为伊做足侪好事，是因为讲伊为善不欲人知啦，讲为善不欲人知，所以耶稣就甲咱建议另外一种方式，你讲施舍是温捌的施舍。伊讲温捌的施舍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献家己，袂记家己，毋是家己安尼沾沾自喜伊讲即款的疼，也是透过上帝的疼来展现的。你得到的喜乐是对心内的，毋是要想着对别人的奖赏。这对咱台湾的社会即款的作为是，嘛是一个修炼就对啦。耶稣讲你做的正手毋通互倒手知影。我正手甲倒手毋是念伫身躯咱毋知影。意思讲，甚至袂记你家己的意思。所以嘛有真侪人就讲，我去进这啥货足往忙得到对方来甲我说多谢，假如无说多谢，可能无收到的款。有诶是讲，捐出偌济钱一直念，一直念伫心内啦。遐钱毋甘出去安尼，这拢毋是一个写实的。包括咱做奉献嘛，也是安尼，奉献出去，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有这个亏力，上帝要应允，上帝要祝福。所以兄弟姊妹，这款的快乐是真正对心底来，因为你甲上帝一个秘密的关系。迄个秘密关系是颠倒喜乐的泉源安尼。
最近有一个新闻啦，吼，毋知咱听这可能加减知影。最近有一个台湾的企业家叫做尹衍良，吼真大的企业家，嘿，较早吼咱台湾真侪的企业吼，拢是伊经营的，是真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就对啦，吼。70几岁就过身啦，吼。过身嘛足低调哦，无啥物偌大的，大家人迄个四界宣传。但是伊发生即个代志发生了吼，有真侪人写文章。你若伫脸书拢有看到，伊写讲即个尹衍良先生吼，对阮有啥物帮助啦？其中我印象真深的是，即个代志发生了吼，咱伫台北淡水教会啦，淡水教会，因的脸书就写一篇短短的感念文。伊讲，因已经古籍的教会吼，这是尹衍良先生吼，这间是淡水教会，也是北部历史上久的礼拜堂啊，拢古籍啊。伊讲因吼，伫因的古籍的庄仔礼拜堂的边仔有一间古早的叫做马街的即个纪念馆就对啦。已经旧啊，拢咧放足危险啊！但是吼，古早的巷仔路，佫有行咧吼，要驶迄个怪手啦吼，要驶迄个人个控斯洛布的车拢袂当入去啦。大家拢足头疼，讲你正要安怎？我会记几年前吼，咱教会传道有无吼？施亚如传道，伊项目就伫遮啦。咱有即侪兄弟去啊，嘛翕相翕足侪张。我有行去后壁讲，有一间，就是即间厝、即间楼啊吼，得去啊！哎哟，伫即个古迹的边仔，竟然我通去一间遮水的楼，佫是有弧形的哦吼。原来伊在纪念讲这尹衍良先生，因这尹衍良先生伊是一个建筑出身的啦，伊发明足侪哦，发明足侪建筑的迄个专利哦吼。比如咱即摆有足侪大楼的预铸工法有无？伫迄个工厂先做好啊，甲贴起来变一间厝，迄是伊发明的啊。有申请专利的吼。伊安尼点点吼，听到淡水教会有即款的困难，迄施工的技术钱有钱嘛，袂晓做，伊点点叫伊的工班来帮忙完成一间。伊讲逐摆去做礼拜，拢坐伫礼拜堂的后壁面点点等礼拜煞，咱叫伊的遐下骹的遐工作人员来研究，讲即间纪念馆要完成吼。伫几年前吼，就起了真水吼。佫伊起的迄个设计吼，甲即间古迹的即个淡水教会吼，安尼是足卡合的就对啦吼。因写文章写咧感谢即位尹衍良先生。伊最后迄个文章内底吼，就是用到即句话啦，用到即句话，讲叫恁伫咧施舍的行为，伫暗中你会暗中要看，要报答你。伊讲即个尹衍良先生，伊是一个基督徒，暗中来甲完成即间厝，应该是大部分拢伊献的就对啦。所以咱有看起讲，有时吼。伫在生是无人知，后壁人讲感谢伊。佮另外一个，咱台湾出名的一个医生叫陈永兴医师啊吼，伊也捌做过即个立法委员啦。伊嘛写一篇文章讲，哇！伫因陈永兴医师最后伊退休前吼，伊是伫迄个宜兰的圣母病院吼，宜兰一间圣母病院，伫个所在咧做院长。伊嘛提出讲，哇！阮即马是宜兰家属需要安养中心啦，爱帮忙足侪艰苦人吼，老人安尼，伊讲嘛得到这尹衍良先生的帮助安尼，拢点伊要求伊的下骹手袂使讲出去，就点来做。所以因咧讲的意思讲，即个企业家以前才有甲耶稣的教示行出来。所以咱若知影讲耶稣叫咱讲暗中，是因为咱知影上帝祝福是上水上好的。所以咱基督徒的施舍，毋是要伫别人的面前有掌声吼，
咱行出来是，咱看见一句真重要的话，是为着是为着上帝面前行，毋是伫人的面头前。伊知影咱的内心发现讲，这奖励是，亲像使徒行传所讲的，施比受更有福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咱基督徒真侪拢有即款的体验啦。我嘛知影讲，咱有真侪会友讲牧师也是讲，甲咱的财务部讲，我奉献写一个代号就好，安尼一个代号就好，毋通写我的名。这嘛是一个真特殊，就是讲，伊感觉讲，伊这是伊甲上帝的关系，毋免伫人的面头前知影我偌济。但是咱因为现在财务啦，就是咱政府的法令你无写名佫袂使，因为你都要登录征信啦。所以周报爱报出来而且到年底国税局若要查讲，你某某人哪有现即条钱伫倒？你爱周报讲有所以这个咱有奉献的名单，迄是为着要互政府伫遐有一个监督的原因就对啦嘛是因为这税务问题，总是咱知影讲，耶稣爱咱做的是施比写佫较有福气安尼。这是基督徒的信仰行为，因为你安尼做完全是针对上帝。第二段是咱经节无读到啦，但是我要简单来甲咱三个分享，就是基督徒的祈祷基督徒的祈祷呢，伊大圣有先甲咱讲出迄个祈祷的行为。伊讲，恁祈祷的时，毋通亲像假好的人，因为因爱互人看，故意徛伫会堂，是路口祈祷。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报赏啦恁祈祷的时，就入去房间内，关门对你点点咧看的白球，你点点咧看的恁的爸会甲你赏赐安尼。过来讲，恁祈祷的时，毋通亲像外邦人讲了佫讲，因为因想讲较侪话，上帝才会听见。毋通甲因相款，因为也未求以前，上帝已经，恁的爸已经知影。这经节嘛，真熟真熟。真熟的中间，咱有几个了解啦头一个就是讲，第一，毋免死过去，互人知影你咧大声祈祷这嘛是甲当时犹太人有关系啦。因为犹太人因咧求上帝讲讲唱迄种感觉，像咧表演安尼就对啦这嘛甲咱拄则咧讲的讲，迄个信仰行为甲咱台湾人的风俗嘛有点无相像。有时咱伫台湾这个所在，咱伫教会内底讲，兄弟姊妹大家做伙开声祈祷大家无啥教。意思讲都莫讲伫外口表演啦，都叫你开声，你都无爱这是变做咱无共款的经验就对啦。但是咱对这两段经文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讲。咱无故意展现你外口祈祷，但是咱有时教会有需要公众的祈祷。当牧师讲，咱大家做来公祷，做开声，你就勇敢来甲伊祈祷，因为这是一个同心合意的表现。但是耶稣讲，你若是有特别的需要要祈祷，你伫密房内底祈祷就会使。我深深的体会，我对细汉经历咱伫长老教会以前是咱长老教会会友你要叫伊祈祷咱讲一句较粗的话，讲亲像要甲挂吧的迄逐项叫我做袂要紧，你叫我祈祷至少袂得啦。较早嘛有捌发生讲，一个牧师当去一间新教会就任啦，伊就足自然的讲，某咪执事，请你带咱做结束祈祷。迄执事规身躯凊汗。礼拜煞甲牧师讲，牧师阮请你来祈祷你爱包含在内你叫我做同者咧袂使叫我祈祷啦。这定拄着台湾人自从卡拉 OK 出迄个发明了后大家足敢唱歌。较早要叫你唱，你拢毋敢唱。一个卡拉 OK 声唱咧迄支喇叭迄支麦克风举毋放人的心情足奇怪。但是我咧讲着祈祷，咱分两个方面，一个密房甲主的关系祈祷，甚至是安尼对主来哀叫，啼哭流目屎祈祷，这是招正人，因为祈祷唤起正人的同心合意，这嘛是重要的祈祷。我感谢主讲，咱富强教会伫这方面
进步足多呢。你若有来参加拜五拜五的即个文典祈祷会啊，当咱的即个主持人讲，大家做开声来祈祷规个礼拜堂是喊发起来，就是大家同心合意的祈祷。我真仰望咱兄弟姊妹有即两方面的表达。当你同心合意祈祷的时，你勇敢敢开声祈祷，因为迄真像大家咧讲鼓，咧甲你鼓励，讲行来向前迈进，向前迈进。所以你毋免听别人祈祷啥，你家己祈祷就对。但是别人的声，亲像咧甲你学乐，甲你拍扑啊，讲加油加油，安尼种意思。但是当你伫家己的目房的时，你是安静对主来求祷，这是咱祈祷的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啦吼。耶稣用这个来甲咱提醒，但是咱颠倒是安怎呢？咱基督徒有一个醒思啦吼，就是讲耶稣咧描述这个假冒伪善的人，因的敬虔行为的后壁面是藏着骄傲，是藏着骄傲。因真正要得到掌声，因嘛得到安尼，因为耶稣讲，因已经得到因所要爱。当你是要得到世俗的娱乐呢，还是得到上帝的这个祝福咧？所以咱有时定有做一款提醒啦。基督徒的信仰行为，你有对到这几项无？第一，咱是去教会毋是为着要敬拜上帝啦，是为着要得到好名声。人讲哇，你足骨力礼拜拢有看到你，逐场拢看到你真好真好。是学了你这个行为，还是讲你来到上帝面前，真正专心一致，一意要敬拜上帝？你个人的灵修，你家己有灵修煞变说讲，你伫人的面头前有种虚浮的观念，讲我灵修用偌久的时间我祈祷偌久的时间要乒乓，安尼嘛毋对。所以呢，耶稣互咱的指导意思讲，甲学乐献互上帝，甲你甲真正颂扬人无妨灾共意思啦。你学乐上帝有领受到，有听到较要紧有得到较要紧安尼。所以耶稣教咱这种祈祷方式，就是讲爱入室内，甲门关着。咱甲门关咧，是为着讲无互外人来分心啦。咱的这个大纲的这空格伊用的顺全无去啦就是讲，互人甲你影响着，互你分心甲干扰，你嘛无要互人看。单单家己甲上帝来独处这个假嘛无画着咱能真清楚，咱有参加这个中部大道的人就知影，咱的祈祷室设备了好势，2扇门咱即马即间咱的这个微观咖啡都有2扇门啊。第一站是入去的一个走廊，佮入去第二个门。然后呢，咱若祈祷室的咱的书包老师拢甲指导讲，你若入去祈祷迄个牌较翘起来，讲祈祷中你什么意思？是讲拢无妨交叉，安静伫内底祈祷，因为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毋免互人看。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做伙有份参与伫即个祈祷是真重要的事呢。所以耶稣佫另外一段啦，你讲的是讲，咱祈祷毋通斗停斗停像人讲念珠歌安尼念珠歌咱听有意思讲念也无啥物意思就念过安尼，像重复复，一直重复安尼。因为耶稣甲咱提醒一个重要的事，讲咱的天父毋是耳孔动啦毋是毋知影代志啦，就咧一直讲一直叮咛伊才听会着啦伊无需要咱提供资讯。伊爱甲咱帮衬，那毋免，咱绞尽脑汁要甲上帝说服，讲甲上帝考劝上帝拜托我这个代志你都爱帮忙若无帮忙安怎，讲上帝拢已经知，是看见你有即款的需要，这个需要确实下伫你无安尼，所以伊是咱的爸，伊听咱每一个是伊的细囝。知影咱一切的需要，兄弟姊妹，咱斗停，有时是咱是咧表达讲咱心慌意乱，
咱无真正讲对咱的代志有真笃定，讲主啊，阮确实拄到什么代志。啊，当咱心慌意乱的时候，你念过搁念，念过搁念，无专心，这毋是上帝要爱，是讲你就是伫目房的中间，甲将一切需要讲互上帝听。啊，这是伊对咱祈祷的态度啦。啊，后壁段才讲到祈祷文吼。啊，因为祈祷文咱定来咧背，定咧念。毋过咱今仔日读的是现代台语啦吼。台语的中间祈祷文的意思，咱小可对照一下。伊讲，所以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尊重，吼。啊，搁来，愿你施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吼。后壁这字三无对吼，意思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成，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像伫天里。吼，咱迄个句话台语足简单啦，啊，伊这意思讲较济吼。啊。11讲，求你今仔日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落伫袂当当袂起的试探，叫阮脱离迄个邪恶的吼。啊，最后伊才讲，你14节吼，讲你若赦免人的过失，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你若无赦免人，恁的天父嘛袂赦免恁安尼吼。哎，你即袂当这个主祷文的内容，我讲真丰富啦。事实咱伫 RPG 的祈祷，咱讲个别的复兴小组祈祷，拢是照祈祷文的听书。第一是阿罗上帝尊重上帝，就是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成这段。吼，第二为着国度祈祷，吼，为着国度祈祷，为着咱社会一切的公义平安祈祷，最后为着家己的欠缺祈祷，就是这三段吼，甲这主祷文拢共款的这节奏就对。啊，那耶稣甲咱讲，基督徒祈祷就是照优先次序啦，毋是家己的名、国度、甲旨意是上帝的。所以咱诚心讲出，诚意讲出这祈祷，是对你甲我表白基督信仰的这个检讨，安尼就对啦吼。啊，这是一种真重要的教示吼。啊，这个表格内底，这个诚意的祈祷，这个字煞无去吼。啊，大家会当甲伊补落去安尼。啊，意思是讲，咱伫咧祈祷上帝吼，是先尊重做大前，然后国度做中央，然后我的需要做结束。咱迄日即位，基督徒咱咧祈祷讲求主伫日用的饮食顶面的需要。伊咧讲即个是讲，阮所欠用的，阮的日食，今仔日赐互阮。迄个祈祷有一个足重要的态度，就是讲，毋是要求哇世间的物拢互我哦，伊是讲耶稣重视的是讲你生活上欠缺的，你的必需品，毋是奢侈品。有伊加济吼。根本用袂了，你嘛要讨，伊就毋是下伫主耶稣爱咱祈祷的意思。讲有诶物件吼，坐到安尼，拢臭酸去你嘛是搁咧扛。这共款意思，耶稣是爱咱，对主领受的迄个必要的需要的用品，无欠缺。这是耶稣对咱祈祷的一个重要。最后一个段落是讲，下面一个主题是。咱的迄个中文讲免我们的债，免我们债的意思吼，耶稣安尼讲咱免别人的债的意思，就是讲，毋是照着饶赦别人来趁家己的饶赦，伊是讲我饶赦别人，上帝才要饶赦我。伊是讲咱因为一个蒙上帝饶赦的人，我。就感觉心真平安，我要愿意饶赦遐得罪咱的人，好，毋是讲要甲主讨，像要换功德的意思吼。所以耶稣最后的主祷文内底有讲一个，互阮无你的气啦，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吼。这段话嘛是互咱一个真重要的学习，就是讲，咱甲主求，互咱毋通拄着会甲咱安尼毁灭去的试探。因为咱有真侪试探吼，咱会堪得短长哦，但是有诶试探根本超过咱有法度人伫遐来抵得诶，咱求主互咱闪开。咱常常有真侪兄弟爱祈祷一句话，讲主啊，
求你帮助阮，互阮无拄着恶担当的事吼。这咱台语啦，台语较早我从囡仔时代就拢听四大人咧祈祷安尼。互阮无拄着恶担当的意思讲，这代志我开力当袂起吼。你若互我嘛真正无法哩啊。主啊，毋通互我拄着恶担当的事，这嘛是真好的一个祈祷吼。然后佫一个祈祷讲，但是我若拄着陷阱、陷坑，伫社会试探中间，求主甲我救出来。吼，毋通我家一个无法的，木受就对啦。这是上帝互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吼。所以兄弟姊妹，咱若要讲天父对咱的照顾，天父对咱的保护，就是咱日常的饮食。圣囝为着咱来死，甲赎罪，互咱饶赦；圣神甲咱同在，内住，互咱有气力来赢过攻击。用三位一体的上帝来看见这段祈祷内面重要的价值啦。意思是讲，天父创造，赏赐你日常的欠缺；圣囝耶稣基督为着咱来死，定十字架赎罪，来互咱得到赦免。然后圣神伫你中间，带伫你内面，互咱有迄个气力来面对这个攻击安尼。兄弟姊妹，最后咱要讲的是讲，基督徒甲禁者啦吼，基督徒甲禁者。咱读经文吼，有讲到讲，恁禁者的是毋通亲像假好的人摇头甲面，因为因故意互人面歹看，爱互人看出因得禁者。我实在甲恁讲，因已经得到报赏。你有注意看到吼？对施舍、敬虔、祈祷，一直到这个禁者，拢耶稣同款的意思，毋通互人看见啦。你人讲禁者消散落吧，互人看见讲哦，这个人安尼真够禁安尼。毋通你的面吼安尼足憔悴茫互看到。意思讲你禁者的时吼，伊讲你头毛着抹油，面着洗，意思讲哇，颠倒。禁者的时候，人吼颠倒爱装头足清楚、足清爽就对啦。互人看袂出你咧禁者，只有互点点咧看的天父看见。尼点点咧看，你的爸会赏赐你。兄弟姊妹，你有看到这段经文内底吼？点点咧看，点点咧祈祷，点点咧做，迄个点点看，点点做，点点赏赐，看偌侪句啊！你若甲读落去吼，点点点点意思讲吼，拢无声无息啦，不着痕迹的啦。上帝报赏就来，兄弟姊妹，你是爱得到这个点点得到的呢，还是大声喊话拢得袂到呢？兄弟姊妹，咱大家做伙最后做思考讲，禁者是甚物呢？咱教会吼，一年有举办2遍的禁者呢，一遍是咱这个耶稣受难进前的40日的禁者祈祷，咱有一个团体活动啦吼，你禁这顿，我禁迄顿安尼，有时咱要伫迄个。圣诞节前，咱嘛有一个21日的祈祷吼，迄拢是一个连锁祷告就对啦。这祈祷的意思是咧讲，禁者是一个刻苦家己的训练啦，伫上帝面前吼，来谦卑落来，谦卑落来。所以刻苦操练，甲是上帝面前谦卑是同意思的。你愿意禁者是，毋是讲你有偌高动，你的身体偌好，有时咱嘛会教咱的长辈讲，你若你身体的关系吼，你糖分的关系，你袂使禁食吼，嘛袂要紧。所以共款意思讲，你有谦卑的态度较重要就对啦。所以禁食嘛会当表示讲，咱对罪的哀伤的意思。第一是谦卑，第二是对家己的罪的哀伤吼，伫上帝面前伊忏悔的意思。所以当咱需要到上帝面前寻求特别的指示。会当将家己的食物，甲其他互咱分心的物件来转移，单单来追求。意思讲，我通过禁食，无爱互食物来引诱，我专心要祈祷上帝，用这个来表达对上帝的敬虔，也是讲对上帝的恳求吼。所以禁食另外一个意思吼，就是讲我若禁食，是毋是我的钱会省起来？禁食的钱项省起来，是要分予遐个枵喙大的人，嘛是种尽济的意思。你将食物会欠起来的钱去帮助别人。所以以赛亚58章67到70这段话，
主甲你甲咱讲，我所爱的金则是安尼，透开无公正的锁链，加长白重担的锁。讲剑是恁甲幺五的分享食米，接待无家可归的散车人去恁兜。意思讲金则嘛是另外一种自善的行为，这是耶稣或是迄圣经旧约以赛亚对咱所讲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对今仔日所分享这三段的经赞吼，这三段一段是敬虔甲行好，第二段是祈祷，第三段是咱的金则。耶稣一个重要的指示就是讲，你毋是四过去报扬，互人知，因为这是你甲上帝的关系。当你甲上帝的关系有清楚、有细正的时阵，你所得到的快乐会比讲互人知影，甲你拍无更较要紧。所以当人无需要人的掌声，只有需要上帝的肯定，咱的信仰会迄程度就起来。所以咱嘛有定一句话讲，咱来注神看耶稣，毋是为着世间暂时的即个光彩，也是暂时的掌声，因为上帝要纪念你。所以兄弟姊妹，金则毋是为着要广告家己，是为着要操练家己，毋是为着得到好名声。是要伫上帝面前表现你的谦卑，而且对别人的需要有关心到。咱主要说比较这两种的敬虔，法利赛人的敬虔是要展示、要讲表演，还是讲要甲人宣传，是骄傲所推动的，要得到人的称赞。但基督徒的敬虔是甚物？是暗中在进行，由谦卑来推动的，是要得到上帝的奖赏。兄弟姊妹，愿咱对这个基督徒的信仰行为，进前咱所学习的是道德行为。今仔日咱所看的这几项，拢是信仰甲上帝的关系。安怎伫稳捌的中间得到上大的喜乐？这是咱一直所要学习的。兄弟姊妹，下面咱要来吟修诗歌吼，然后呢，咱要为着咱的主日学的老师因要举行这个主日学夏令营，咱请咧吟诗的中间，这个主日学的老师有代表啦、校长，这个咱到头前准备吼，然后到头前咱要请咱的校长甲咱报告这个夏令营的时间，然后咱大因祝福的祈祷吼，咱三个来吟首诗歌，圣诗吼。